個長貴咧，其實初聽古仔嗰陣時咧，都即係幾動搖嘅。我自己30幾年前咧，就真係演過上海灘嘅長貴啊嘛。咁佢好似係一個嗰個身份嘅延續咁。到而家我仍然都係向住我目標嗰度邁進緊啦。但係當然呢個目標咧，有時我會 set 高啲，有時會 set 低啲嘅。咁但係仍然都係有個目標喺度嘅。某程度上都貼近呢個角色嘅嗰個人嘅追求嘅。我同阿薛凱琪喺雙手戲啦，咁多年嚟咧，個女大咗咧，一路都冇好好咁樣去有一個叫做親密嘅接觸。喺嗰剎那個情緒一下子嘅爆發，但係第一日拍，我哋兩個嘅合作係剛剛開始，可以講為第一個 take 就係拍我哋個 ending。嗰個對於我嚟講都有一個高嘅即係挑戰喺度。咁幸好個情緒喺個場都控制得好好，雙方都係我哋意料之外咯。我希望咧，中意呢套電影嘅朋友咧，睇完之後咧，可以享受到一個娛樂啦，個零鐘頭嘅電影嘅享受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希望咧你哋可以帶一啲心靈上面嘅慰藉啊，或者係透過呢套電影咧，可以同人哋分享一啲對人生嘅睇法啊。呢個就係我對呢套電影嘅期望，亦都係希望各位觀眾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啦，或者係對我哋嗰個工作嘅表現有個評價。多謝你。